總統賴清德在今早起呢，去到高雄的國軍空勤中心救生訓練中心視察，要親身坐入去這直升機的補給艙體驗救生的動作。另外，3月底才來台灣訪問的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4位參議員，這禮拜閣在致函予立法院長韓國瑜函調也立委，希望咱的這立法院呢會當趕緊通過國防特別預算。也講呢，希望美國未來幾禮拜內會公布新一批的軍售，也就是外國媒體進行報道。可能是因為傳習會來暫停的140億美金軍售案。成功造行，模擬暗暝中的歹天氣，調佇咧床底機組人員愛冷靜想辦法逃生。總統賴清德在這佇高雄的國軍空軍人員救生訓練中心視導，也親自坐入去直升機模擬艙體驗救生動作。我們必須給予國軍弟兄姐妹最強而有力的支持。這就是為什麼政府必須堅定地推動國防特別預算各項國防建設。我們堅持不打折扣，堅持應該盡速通過。我們都希望和平，而我們也都知道，唯有靠實力，才能夠獲得真正的和平。3月底才來台訪問的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4位參議員，這禮拜閣聯名致函予立法院長韓國瑜甲調解立委，希望立法院趕緊通過國防特別預算，講美國未來幾禮拜內也會公布新一批的軍售，也就是外國媒體進行報道，因為傳習會裡研發的140億美金軍售案。The department doesn't necessarily comment on any potential or future arms sales. So you do commit to advocating for all paused arms sales to Taiwan be done without delay. Yes, I do.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in particular, I would say a lot of the president's reform efforts here are directed towards getting the munitions and a lot of the defensive equipment that Taiwan needs. 川普提名的國務卿政軍局組長懷特佇人民聽證會講，川普甲國務卿盧比歐攏正重視對台軍售，對國防特別預算，調解立委攏有正面的信息。下個禮拜，國防部會再加強跟各委員的溝通，再開一次的相關的專案報告。那下禮拜也還會再有協商。那我想，大家就依規定來進行審查。但我想，美方有這樣子的一個承諾也好，或者是一個善意也好，我想對於推動軍購條例會是有正面幫助的。我們跟在野黨的主要的不同，還是在於委制跟商購的部分。那軍購的部分，其實在跟國民黨的委員們多次的磋商之後。我是認為說有一些契機。另外，共和黨參議員鄺思瀚也閣再提出台灣關係強化法案，內容重申支持台灣民主加國際參與以外，也明確希望台灣增加戰略投資，支持無對稱戰略，並且呼籲應該把 FTA 談判列作優先項目，深化台美經濟連結。記者綜合報道。